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顶个月一个世界出名的小提琴家 Anne-Sophie Mutter 讲伊去世界各地演奏，上喜欢的国家是台湾，因为台湾的听众加足少年，而且大家对古典音乐甲西洋歌剧拢足热情的。台湾基米的创办人柯文良，伊收藏的小提琴是全世界出名。violin 专家甲研究者拢着爱来到伊遮研究伊遮有的 violin。西洋音乐安怎来到台湾？台湾人佮安怎学会晓 violin？ 我今日来讲 violin 这项乐器。violin 是安怎传来到台湾的？这部分的历史无真详细的资料甲记载。毋过，若是讲下弦啊有白线的弦啊乐器，是足早就有啊。只是 violin 的历史无遐尼久。violin 上早的记载是伫16世纪的意大利，伫17世纪来到台湾的荷兰人甲西班牙人，因敢有带 violin 来？目前是也无找到记载。西洋音乐传来台湾，甲遮的欧洲人是有关系。西班牙人的天主堂有咧教台湾人运管乐器、做西乐队。为加拿大甲英国来的长老教会牧师教台湾人弹钢琴甲唱歌，毋过拢无看到 violin 这项乐器。所以会使讲，伫日本人来进前的台湾，有钢琴、有奔奏的管乐器 ，violin 煞是日本时代迄当阵的记载才有写到的。日本时代学校有袂少为日本请来的音乐先生，因有人就会晓会 violin， 只不过是因拢请来台湾教音乐做音乐先生，较少人私底下佮教学生会 violin。写橄榄树的作曲家李泰祥讲，伊是看到因老爸有一张的 violin 的相片，才知影因老爸过去嘛会晓这项乐器。李泰祥因老爸伫日本时代为着要趁注册钱，就去日本先生的厝内底斗相共。结果迄个先生会晓会 violin， 看到因老爸阁有学音乐的天分，就免费甲教 violin。李泰祥伊家己自细汉就是学 violin 的。咱先来讲台湾伫日本时代的 violin， 上早去日本学这项乐器的叫做张福兴，伊是1888年出世伫苗栗。伊读册时阵，本先生就发现伊真有音乐天分。同一个时阵嘛，因为台湾真需要搁较侪音乐先生，所以张福兴是第一个互人保送去读东京音乐学校。伊去学的是台湾真罕看到的管风琴。伊伫日本的上尾仔年，伊就去学 violin。后来还佫有一个嘛是学校保送去读东京音乐学校的学生号做李金图。伊去日本就专门学 violin。因两个人读了，回来台湾拢伫学校教音乐，培养真侪会晓会 violin 的学生伫日本时代，也佫有另外一个去日本学 violin 的人，就是郑友忠。郑友忠伊出世伫屏东的海丰，丰原的丰。因兜真好业，自大清时代就做官，有足侪地。郑友忠自少年就真爱音乐，伊学袂少奔奏的乐器，伊先成立一个海丰奔奏乐团。有一摆是伫日本朋友的厝内看到 violin， 伊真有兴趣，就家己去学。后来就甲伊的奔奏乐团变做有 violin 的管弦乐团。为着要学 violin， 伊去日本留学2摆，也嘛为着要互更较侪人学 violin，
伊为日本回来了，就成立一间音乐教室教 violin。因为日本早回来迄套 violin 的教材，伫台湾是用真久，后来足侪人拢用迄套。伊也阁有成立有中管弦乐团，这个乐团是伫日本时代算民间上大的一个管弦乐团，而且有中管弦乐团伊运作的时间虽然中拢有长去，毋过时间是足久的。伊自1935年成立，一直到1980是上尾一场演出。屏东除了郑有中，也阁有一位李志团。李志团学 violin 的基因，甲之前讲的几个人阁无相共啊。李志团伊厝内是咧弹歌戏的，伊是自细汉就学传统乐器，对音乐真有兴趣。读公学校的时阵，就参加学校的乐队。后来去读台南师范学院的时阵，就参加管弦乐团，变做去学 violin。伊毕业了，先伫公学校做先生，娶某生囝，阁欠有钱，才去东京高等音乐学院学 violin。伊1933年回来，日本政府就派伊转去屏东教音乐。伊伫屏东教10外冬，嘛培养出真侪会晓学 violin 的学生啊。内底有一个，就是后来足出名的李淑德。即马也看会到的历史资料，真侪就是过去音乐会表演的宣传单甲节目表。内底会当知影，谁是参加倒一个乐团，谁弹什么乐器，也阁会当知影因迄当阵演奏什么款的歌曲。为这的资料会当看到日本时代的音乐表演，像上早政府支援的，就是台北音乐会。后来总督府嘛，互逐间学校拢成立因家己的乐团。皇民化运动开始，也阁有一个皇民奉公会交响乐团。毋过民间乐团表演嘛是有的。上早开始的是一个叫做乡土音乐访问团，这个是1934年成立，内底成员主要是东京台湾同乡会甲东京的台湾留学生。成立迄当，因就伫台北、新竹、台中、彰化、嘉义、台南甲高雄举办音乐会，目的就是要互台湾人较熟悉这西洋音乐。这算是台湾第一摆有大规模的巡回演出的音乐会。过一冬，1935年，为新竹到台中发生大地震，台湾新民报甲蔡培会就发起赈灾音乐会，因邀请真侪迄当阵台湾出名的音乐家，伫36个乡镇表演佮募款。为资料内底会当看到蔡培会的大汉查某囝蔡淑慧。伊嘛负责学 violin， 伫迄当阵，女性学 violin 的人是足少的时阵，蔡淑慧就去日本学即项乐器啊。小共因为台中的大地震，顶边有讲到的林时好甲地有中的乐团，因嘛有举办赈灾的义务演出。伫日本时代，敢有人已经替 violin 谱曲。迄当阵，江文也伊是自少年就去日本学音乐，伊写的曲嘛有得奖。伫1934年，伊写台湾舞曲，这个作品起头是干那写互钢琴弹的谱，后来伊就加 violin 落去，摕去参加1936年伫德国举办的奥林匹克艺文比赛。结果江文也赢过伊的日本教授，伫遐摕到奖。伊写的这首台湾舞曲是迄当阵足先进的音乐，有无共步的4拍甲3拍是同齐落去演奏。这款编曲的方式伫100年前是足新的做法。江文也这个音乐家是真特殊，伫迄个年代算真重要的一个人。伊的故事伫电视节目《台湾演艺》内底嘛找得到。战后日本人要离开台湾的时阵，真侪人就甲因兜的 violin 留落来。
这嘛互台湾有搁较侪人熟悉violin这项乐器。战后官方的管弦乐团就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交响乐团。头起先因拢是为日本时代就有的乐团内底去找人，所以成员有全台湾各地方乐团的乐手。伊一团80人内底有14个人就拢为拄仔讲到的友中管弦乐团找来的。后来学小提琴violin的人愈来愈侪，警备总司令部的交响乐团内底会晓下violin的成员嘛为20人变做30几个人。若是讲伫战后台湾人写的交响曲，第一摆互人公开演奏的是郭志源的作品。真正伫日本时代江文也嘛写袂少，毋过战后江文也留伫中国，所以迄当阵台湾无人敢讲伊，嘛无人敢演奏伊的作品。郭志源的交响变奏曲以台湾土风为主题，这个作品是1955年就发表出来，隔当伫台北中山堂演奏，也阁有录音。因为这个音乐会是甲美国做伙办的，录音了也阁伫美国放送。郭志源是苗栗湾里的人，伊家境足好诶，自细汉就会晓下violin。毋过因为伊种头仔无啥适合这个乐器，所以后来伊专门去学本口琴。伊去日本学音乐，伊写足侪作品诶，范围嘛真宽。伊写交响乐、写钢琴的曲、写艺术歌，甚至阁有写囡仔歌甲流行歌拢有。伫战后对教小提琴、教violin阁有真大帮助的是台南的友善乐团。这个乐团是一阵大头家医生甲教授，因伫日本时代就学乐器，因为足爱音乐的，所以伫1950年代伫台南就家己组团，找人来练习，也阁教囡仔。其中有一个是林心怡，伊大学读化工，后来转去台南开工厂。另外一个是苏銀河，伊是医生。因遮个人读大学的时阵，就熟悉足侪音乐家，嘛时常去表演。伫友善乐团内底，也阁有一个真特别的邓昭明。伊本地伫台大读册，拄着228，转转来台南，无阁继续读册。邓昭明自细汉就家己学会晓足侪项乐器的。伊的violin嘛是家己学的，因这阵人是出钱出力，培养出南部真侪音乐的人才。后来友善乐团的成员就成立 BBB 儿童弦乐团，这个团内底拢总是囡仔，这个囡仔后来真侪人拢变做台湾足出名的小提琴家，苏显达、辛明峰、吴乃元、陈庆宏。因拢参加过这个乐团。这个囡仔乐团伫1960年代佮出国表演，嘛带动台湾的囡仔去学 violin 的风气。战后也佮有另外一批甲国民政府来台湾的 violin 先生，像戴子伦，伊就是伫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了，佮去维也纳音乐学院进修，来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教册。伊教的第一届的学生都有李淑德，后来阁有柯湘辉、杨祖宪，这些人拢是教伊学violin的。因嘛阁继续教出阁较侪学生内底尤其是李淑德，伊就教出足侪真出名的小提琴家。上尾咱来讲做violin这项技术，台湾即马有袂少所在会当去体验家己做一支violin。毋过台湾做violin这个功夫嘛为日本时代尾期就开始发展。柯文良伊是伫日本人要回去的时阵买着伊的第一支violin，有一摆弦就回去，毋知要安怎的时阵，伊怎去捡失事的飞轮机顶头的钢线，家己甲这条线佮装去violin顶头。后来伊大家拢交互一个violin先生。或者黄炳丁，黄炳丁就甲柯丁山伫
1945年的台南开始做バイオリン。这两个人因成立福隆昌，这间是台湾的第一间バイオリン工厂。为1960年代开始，伫台湾做バイオリン的工厂才豆豆啊增加。我今日就先讲到这，大家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我讲。也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追踪这个节目伫平台留5粒星，留话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 ECP 的链啊。足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